大家好，歡迎光臨 Solo Talk。各位姜糖，姜濤為期10日嘅美加巡演終於圓滿落幕，阿姜亦都平安返抵香港。不過呢幾日大家討論得最熱烈嘅，唔單止係佢喺台上嘅演出，而係佢兩件令網民睇見哇哇聲嘅寵粉舉動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打算同大家詳細拆解阿姜呢兩件見人品嘅新聞。到底點解佢喺美國雷諾站竟然當中佢收粉絲送嘅美金銀紙花，而返到香港機場，明明攰到想瞓嘅佢，又點解要特登行去對面馬路趕人走？如果你想知寵粉冠軍背後嘅真心故事，就一定要睇落去啦！我哋即刻由雷諾機場嗰束銀紙花講起。多想跟你捉緊此刻的美好，憑你的額頭來記號。講到今次姜濤呢場為期10日嘅美加之旅，除咗台上嘅演出，最令大家津津樂道嘅，竟然係一件關於佢人品嘅新聞。如果你有睇香港01或者網上啲片，你應該知我講緊邊單。話說日前阿姜喺多倫多開完 show， 緊接住就飛去美國內華達州嘅雷諾站。當佢抵達雷諾機場嗰陣，雖然已經係巡演嘅後期，但依然有一大班姜糖去接機。現場氣氛熱鬧就梗係㗎啦，大家除咗大嗌佢個名，仲準備咗好多禮物想送俾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發生咗一幕令網民瘋傳嘅畫面。有一位姜糖用美金現鈔折成銀紙花送俾阿姜，一般人可能一時間反應唔嚟就收咗，但阿姜睇見之後，表現出佢非常有原則嘅一面。佢接過嗰束花，向前行咗幾步，好冷靜咁交俾身邊嘅工作人員。最緊要嘅細節係，佢唔係收埋，而係交託工作人員即刻將嗰束銀紙花親手歸還返俾嗰位粉絲。呢個舉動，姜濤係想用行動話俾大家知，佢嘅態度非常明確，粉絲嘅信佢一定會收，但係好似銀紙花呢類貴重禮物，佢係絕對唔會收嘅。人氣男團 MIRROR 成員姜濤近年人氣有增無減，除咗舞台魅力，佢嗰份體貼粉絲嘅心，先係最令姜糖死心塌地嘅原因。早前佢展開咗為期10日嘅美加之旅，第一站先喺多倫多開 show， 隨即又馬不停蹄飛往美國雷諾。近日有網民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佢抵達雷諾機場嘅片段，見到大批粉絲一早守候，仲預備咗各式各樣嘅禮物，當中有一份係由美金折成嘅銀紙花。姜濤接過之後，隨即轉手交俾身邊嘅工作人員，再由工作人員將呢份禮物歸還俾粉絲。呢個動作雖然細微，但明顯睇得出佢唔想粉絲為佢破費。呢件事喺網上曝光之後，真係一面倒咁讚阿姜人品好。其實阿姜由出道到而家一直都係咁寵粉，佢唔係想大家嘥錢，而係真心想同大家近距離接觸。就好似佢之前喺香港搞個人簽唱會咁，雖然場面墟冚到不得了，但佢開口埋口都係話心痛大家要辛苦排長龍。佢暖男一面真係由個心裏面散發出嚟嘅。佢今次美加之旅行程緊湊到不得了，開完 show 仲要即刻趕返香港，同其他11位成員出席藍光碟簽唱會。明明忙到連瞓覺時間都冇，但佢對人品同原則嘅堅持，竟然可以去到咁細緻。對於阿姜嚟講，粉絲每一封信入面嘅文字，其實比起美金更值錢。佢想大家將啲錢留返俾自己，心意呢樣嘢，佢睇到嗰一刻已經收到晒。呢種見人品嘅舉動，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年嚟，姜糖對佢嘅擁戴只會增加，從來冇減少。因為大家睇到嘅唔單止係一個唱得跳得嘅明星，而係一個真心愛錫粉絲，唔會被金錢物質蒙蔽雙眼嘅真誠男仔。
講完阿姜喺多倫多點樣有型咁拒絕美金銀紙花，其實佢呢份對錢財好淡薄，對粉絲好真誠嘅性格，真係由美加帶到返香港。大家睇下阿姜佢返抵香港機場嗰段片，當時大約係晚上7點半左右，阿姜頭戴住一頂好得意嘅熊仔帽步出機場閘口。如果你有喺現場或者睇咗飯拍，你就會睇到佢當時個人已經散散地，畢竟坐咗咁耐長途飛機，仲要即刻趕返嚟出席藍光碟簽唱會，完全冇停過。正常人咁嘅狀態，一定係第一時間衝上7人車走人。但係阿姜望到閘口對面馬路，依然有大批姜糖喺度高呼狂叫等緊佢。佢冇即時上車，反而沿住行人路行前，特登行近個馬路口，隔住條大馬路，不停向姜糖揮手報平安。佢見天都黑晒，竟然變身做阿媽咁，不斷做手勢示意大家快啲返屋企啦。佢仲擔心大家唔明白佢嘅意思，仲特登做埋手勢示意大家走啦，返屋企食飯啦。現場啲姜糖一邊大嗌佢，一邊就俾呢個婆仔冧到爆。阿姜返到車上面都仲未夠，仲特登喺粉絲圈個通訊軟件度留言，再叮囑大家一次，謝謝大家，大家快回去。其實將呢件事同佢收美金銀紙花放埋一齊睇，你就睇得出阿姜份人有幾真。佢唔收你銀紙，係因為佢唔想你嘥錢買禮物。佢喺機場趕你返屋企，係因為佢唔想你辛苦排隊等佢等咁耐。喺佢心目中，粉絲嘅平安，大家有冇得準時食飯返屋企休息，比起任何重金打造嘅應援，甚至係真金白銀嘅美金更重要。有姜糖形容得好貼切，話姜真係好似個婆仔咁，成日驚大家食唔飽，使多咗錢，返屋企太夜。呢種人品，呢種寵粉嘅態度始終如一。呢個就係點解大家會話姜濤唔只係一個明星，佢更係一個值得大家學習同擁戴嘅好男仔。除此之外，又有網民分享一條影片，見到姜濤嘅助手喺現場明確表示：禮物唔收啦，淨係收信，收信。唔好意思啊，禮物真係唔收得，我哋就係收信啫。咁識得寵粉，難怪咁多年佢嘅人氣都咁高。呢份雙向嘅愛，真係今次細巡美加站最完美嘅句號。由多倫多佢收美金，到香港機場擔心大家太夜返屋企，阿姜用行動證明咗喺佢心目中，大家嘅平安同心意比起任何物質都更重要。佢始終如一嘅真誠，或者就係大家咁愛佢嘅原因。美加之旅雖然結束咗，但呢份感動相信仲會喺大家心入面留好耐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期待6月澳門銀河綜藝館見。如果你都鍾意今日呢個分享，記得撳個 like 同訂閱我，留言話我知阿姜邊個舉動最令你覺得窩心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